上亚新来关心新北市的消息。新北市幼儿园饲药这个案件风波是也未停止。医护会上新的统计，目前总共有29个囡仔去就医，28人检验是阴性，因过其中一个人被验出有苯二氮平类，这是属于3级毒品甲3级管制药品。目前医院咧调查讲，这个幼儿园所读的这个囡仔所读幼儿园的所在，也毋过到正定这个服部到目前为止，新开始的。虽然讲这个新北市政府强调讲啊，是一直到5月中才去接到家长报案，不过新北市议员呢戴伟山伫面册就抛出，敢若是囡仔的检验单，讲有家长早伫4月27就带囡仔去验尿，发现讲这个巴比妥药物的浓度有64奈克。至于讲这个校市府这个行政无够积极，针对这点，新北市政府表示讲，医疗专业应该回归理性，唔通误导大众。国民党抢这个绿营，也就是民进党制造假消息，家庭讲真正伫4月份有通报这个认证案，请提供有检调的单位去调查。刘美芳议员自己说出了4月份接受到陈情这件事，现在竟然必须要鞠躬道歉。爱国民党替家己讲过话负责，因为民进党这期早就伫咧4月就已经有幼稚园的家长通报，不过新北坚持到5月中才收到家长陈情。即摆议员戴伟山也了，早就伫咧4月底，就家长带囡仔去检验。当面册破检验的报告，采检的时间伫咧4月27，顶面写巴比妥药啊高度数值达到64奈克。佮加上进前有8个囡仔检验出少量巴比妥药啊反应，互戴伟山即期市府想要启动调查，为证据早就已经无去。可能要请他们提出确切的证据，到底谁澄清，跟哪一位议员澄清？澄清之后，他跟新北的哪一个局处反映了？家长们在今年5月前就已经通报，请问 BBC 的报道访问的家长，这是造谣吗？报告检验单巴比妥药啊，到底敢有超标？意外嘛引起两派论战。道理学专家就认为讲，这个药的理论根本无应该出现伫咧囡仔体内。不过，医检署工会专联会常务干事高志雄是认为，结果是阴性，列出64这个数字是比阳性值200奈克少。而且卫福部嘛公告上新的检验结果，有28个囡仔尿内底巴比妥阴性，不过有另外一个囡仔检验出苯二氮平类，这算是第3级的毒品和第3级的管制药品。11个小朋友是都小于1纳克啦哈，但是唯独有一个孩子就是他是第一次验是20纳克啦，因为20我们有点疑虑，所以我们再做 double check， 再请他们再做第2次。那第2次的话验的话是29纳克。饲药的证据即马正做利控利数攻防新战场，不过对受害家长来讲，只是想要知影讲这真相到底是啥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